食住其實差唔多廣東旅遊更超班。大家好，我係廣東旅遊嘅生仔，同大家推薦一條團號為 LNN011嘅神玩不購物嘅呢一條線路。咁我哋呢一條線路嘅話呢，係中俄風情、西伯利亞明珠、貝加爾湖、俄羅斯、烏蘭烏德、內蒙古、海拉爾、滿洲里同埋呼倫貝爾大草原直航神玩8天團嚟嘅喎。咁啊，亦都會帶領住我哋在座咁多位去到我哋嘅俄羅斯邊陲小鎮後貝加爾斯克聯邦共和國、布里亞達首府烏蘭烏德市，同埋包成純暢遊世界自然遺產貝加爾湖，欣賞迅雷嘅日出，感受世界第一深湖嘅壯觀啊！亦都為大家細緻咁安排咗我哋貝加爾湖旁嘅呢一個木屋入住嘅喎。喺翻呢一方面，亦都可以漫步圖爾卡碼頭，盡覽貝加爾湖光山色嘅美景，同埋我哋嘅俄式風情嘅一個地標建築列寧廣場、尼古拉二世凱旋門同埋阿爾巴達商業街，感受下當地嘅文化，亦都可以漫步歷史嘅村莊老慎圖村，了解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聆聽古老民族嘅歌曲，亦都會去欣賞到我哋嘅草原美景，暢遊北國嘅秘玉呼倫貝爾大草原，接受蒙古族獨特嘅迎賓禮儀，換裝體驗蒙古族嘅服飾，咁樣一條好玩好睇又可以體驗到我哋蒙古族嘅文化嘅一條線路，歡迎大家帶埋你哋嘅親朋好友一齊嚟報名啦！唔該晒大家。